各個獎項得主絕對係實至名歸㗎。今集輪到最後一個比賽項目動能車大作戰登場啦！13隊參賽隊伍要喺賽道上進行速度對決，到底冠軍寶座花落誰家 ？Showtime！嗱，今次呢一個動能車大作戰咧，我哋嘅同學仔用一個手搖發電機去充電㗎，咁咧係希望咧同學仔用呢個動能咧去轉換成呢個電能嘅。而學識咗砌呢個動能車咧，就可以了解更加多嘅機械原理，第時就可以砌啲更複雜嘅模型車啦。嗱，頭先咧13間學校嘅參賽隊伍咧已經係嚟到我哋嘅會場嗰度去砌佢哋嘅動能車㗎啦。咁咧佢哋啊喺限時2個鐘頭入面咧互相合作咁樣去砌出佢哋嘅參賽作品㗎噃。哇！即刻砌真係唔容易啊！不過砌得好唔好咧，就一於去到跑道測試一下啦。動能車大作戰係速度嘅比試，各隊都有分半鐘時間為動能車充電，行到最多圈數嘅一隊為之勝出。如果動能車中途出現問題，修理後就要返起點重新出發。呢個項目一共有13間學校參賽，佢哋將會分成3個組別進行2個回合嘅比賽，成績計算當中較好嘅一次。比賽要求各隊喺2小時內砌出一架動能車，其實都唔容易㗎，因為少少偏差都會影響動能車嘅速度，所以參賽同學喺比賽前需要參加工作坊，學習相關組裝嘅技術同埋相關原理。呢一個比賽咧，除咗講求技術層面之外咧，亦都好講求合作性㗎。因為只要一個小環節出錯嘅話，架車都可能行唔到，所以呢個比賽難度真係相當高啊！喺比賽當日，同學仔一早就到達電視城作準備啦，唔知佢哋嘅心情係點呢？有啲緊張，都覺得好興奮，都係興奮啦，因為我哋事前都做咗好多準備，所以都唔係話真係好緊張咯。如果咧有少少咧差錯嘅話，就會咧架車就會行唔到，所以好仔細咁樣，所以難免會有少少緊張嘅。好有信心贏呢個比賽。加油！文山少年加油！龍如嘉琪做到最好。比賽分2部分，首先進行限時砌車。為咗公平起見，各參賽隊伍用嚟砌車嘅基本組件都係由大會提供㗎。呢個部分進行得相當順利，參賽學校咧都可以喺2個鐘入邊完成組裝。限時結束，各隊就要將動能車交由大會保管啦。而家個心咧喺度噗噗噗噗咁跳啦，架車真係有咩出咗咩意外嘅話，係絕對係冇任何嘅時間去補救翻咯。我架車都有好有信心，因為我試車嗰陣時都見到佢嘅持久力都唔錯。啲動能車外形夠晒丁逼啊！我哋砌車過程順利咧就一般咯。一開頭未裝學嗰陣時就行到好快咯，裝咗學之後就完全都唔到啦。因為一開頭咧就冇預計到架車身咧有幾大有幾細，咁就整完啦。一裝落去嗰下咧，先發現原來我哋嗰個大過架車身，之後令到架車完全行唔到咯。加油！13架動能車已經準備就緒啦。第一組別嘅參賽隊伍 ，Are you ready？ 咁喺比賽開始之前咧，當然要認識一下呢一組嘅參賽學校係咩啦。嗱，呢一組參賽學校包括有東華三院黃余嘉傑紀念小學。我哋東華三院黃余嘉傑紀念小學，因為之前測試嗰陣時試過反車，所以我哋喺架車後面加咗定風嘢。而我哋架車最特別嘅地方係我哋個飛輪係打直擺而唔係打橫擺。多謝。民生書院小學，我哋係民生書院小學嘅代表。我哋依架動能車咧係充滿咗好多 STEM 嘅元素，而其中一個咧就係呢個嘅摩打選擇。我哋選擇咗一個比較大嘅摩打，因為呢個摩打如果配合咗適當嘅齒輪組咧，係會持久性係會高啲嘅。保良局田家炳小學。大家好，我哋係保良局田家炳小學。因為我哋啱啱測試嗰陣時，發覺佢轉彎嗰陣時係特別慢啦，所以我哋改良嗰陣時就將前邊一個泵把，淨係前邊左手邊嗰個泵把改咗2個嘅滾輪咯，因為佢撞嗰陣時係左手邊啊嘛，咁所以就會減低個摩擦力，轉得快啲。景林天主教小學。大家好，我哋係景林天主教小學。我哋以創新同埋大膽嘅精神嚟設計呢架車。
我哋用咗雪條棍嚟做呢個車身，希望我哋可以順利完成呢個比賽。18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嘅，大家好，我哋係18鄉公益社小學嘅同學。咁我哋咧就喺呢架車上面咧就加咗3位好朋友，同埋咧我哋整呢架車係非常之簡單，因為我哋用咗好少嘅材料，所以佢好輕巧。好希望我哋可以攞到好嘅成績啦。咁跟住落咧就正式開始比賽㗎咯喎！而家有分半鐘嘅時間俾你哋叉電㗎，開始。各隊每一回合只有1次充電嘅機會。如果同學仔想架動能車有足夠電能跑出最多圈數，就要出盡力咁搞動個手搖發電器啦。充電時間完結。3、2、1 ，Go！ 好啦，啲車都一馬當先嘅，有幾架，但係好似民生書院小學嗰度發生咗少意外喎。經評判檢查之後，證實大會充電裝置出現故障，民真書院小學獲批重賽。所有賽道都劃分成8個小格㗎。當動能車耗盡電能之後，停喺邊一格加埋個圈數咧，就係比賽成績。第一組別比賽完畢，馬上要輪到第二組啦。參賽隊伍咧就有五一工商總會學校。大家好，我哋係五一工商總會學校。我哋架車嘅最特別嘅地方係結構簡潔。我哋嘅車身咧嘅來自於環保。第二條賽道嘅深水埗街坊福利會小學啦。係。我哋係深水埗街坊福利會小學。我哋架車嘅特點係環保、節能同埋簡單嘅設計。荃灣商會學校。大家好，我哋係荃灣商會小學嘅同學。架車嘅概念咧就係嚟自環保嘅 concept， 而我哋咧喺個車身嗰度咧就利用咗舊廢汽車樽咧同埋廢紙嘅。多謝。沙田官立小學嘅。大家好，我哋係沙田官立小學嘅代表。我哋嘅車殼採用咗流線型嘅設計，以減輕空氣阻力。另外，我哋係沙小嘅封閉組，所以我哋都採用咗封閉嘅元素，配合大會封閉嘅宗旨。請各位欣賞下我哋發揮團隊精神下製成嘅動能車啦，多謝。好，唔該晒你哋啊！嗱，聽完晒4隊嘅介紹啦，跟住嚟就正式開始比賽咯。第二組限時充電開始，有隊伍全程靠晒1名隊員，有啲就輪流發力，各有策略。好啦，嗱，依家咧一開始係見到第2個賽道咧行得好快嘅，相反荃灣商會學校嘅車停咗喺度。荃灣商會學校嘅車出現故障啊，同學仔決定先回收進行維修。最順暢嘅咧都係2號嘅深水埗街坊福利會小學啊！嗱，佢呢架車嘅設計咧非常特別㗎，因為佢前轆咧係細過個後轆㗎，所以見到咧佢依家都依然係好持續咁樣去跑緊㗎。相反咧，依家嘅4號嘅沙田官立小學呢架車已經慢咗好多啦。哇！深水埗街坊福利會小學嘅動能車持久力驚人啊，圈數大比數拋離其他學校。第2組別順利完成第1回合賽事，最後到第3組別出賽。咁一介紹一下5條賽道嘅學校先。咁第一條賽道嘅係寶能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今日我哋架車嘅特色就係個龍頭鳳尾係向住同一個方向係箭嘴形嘅。咁樣會幫助更順暢咁去轉咗個彎距。FLPY Let Me Fly， 加油啊！馮李佩瑤。仁德天主教小學。我哋係仁德天主教小學，我哋架車主要參考咗4驅車模型嘅設計，我哋仲配合咗 Finback Icon 同埋我哋學校嘅校徽。我哋最大嘅特色就係速度快，我哋選用咗一個較細較輕嘅車輪，希望我哋有更好嘅表現啦！仁德精神，創意無限。第3條賽道係英華小學。我哋呢架車咧就用咗呢個入榫嘅方法嚟砌嘅，我哋更加揀用咗大齒輪，因為佢嘅耐力可以高啲。英華加油！跟住之後就係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啦。大家好，我哋係陳榮根隊，我哋架車最大嘅特點係用咗輕身嘅透明膠片做一個流線型嘅車殼，將摩打同埋電容分開，一頭一尾擺放，令車身重量比較平均，提升車輛前進時嘅穩定性。之後第5條賽道係民生書院小學嘅。第3組別賽事完結之後，第1回合嘅優勝隊伍就會誕生啦。到底會係邊一隊呢？感覺咧就係第4同第5個圈嘅車咧都係以接近嘅速度喺度追逐緊啫嘛。咁咧依家見到咧，其實民生書院小學架車咧其實好犀利喎，因為佢 keep 住一個均速去轉咗好多個圈啊。咧嗱，第1、第3、第4賽道嘅3架車已經停咗落嚟啦，剩低就係民生書院小學嘅車。民生書院小學嘅動能車後勁相當凌厲，除咗獲得小組首名，仲成為第1回合嘅領先隊伍。
呢個咁優異嘅成績，絕對係靠努力準備同練習得嚟㗎。不過賽前隊員間呢，就因為砌車嘅方法出現過意見分歧啊！即係而家就係整咗兩款唔同嘅車出嚟，睇下到時。一款就係兩條嘅，即係雙槓嘅，我哋一款另一款就係單嘅一條。但係單槓佢嘅平衡會難整啲咯，但會輕啲。因為雙槓我哋係之前喺學校比賽，其實大部分人都係用兩條去做支撐。咁點解你哋又堅持用單槓咧？因為今次考慮到要輕啲。哦，即係呢個直頭連係底板都唔使啦，就少一個材料啦。因為佢而家佢吸咗一塊發泡膠板上嚟㗎嘛，我呢度唔使嘅，直接用膠。唔好拗啦，比試下咪知道兩款車中邊一款性能比較高咯。單槓車試先。嚟啦，1、2、3去。呢架車表現咧就睇完啦，依家睇下雙軌嘅車啦。3、2、1，出發。測試發現雙槓車失誤嘅機會較大㗎，同學仔決定以單槓車出戰，最後奪得佳績啊！第一回合嘅成績都尚算理想，因為我哋喺